好啦，以後今日有一些困過後啊，轉到福起來嚟啲節目嘅現場咯。拜日啊係好空間來報道嘅單元，同大家共下來關心空間嘅話題。因今比共下來關心到嘅哦，你也是係流感咯吼。你啊流感嗱講時行起來哦，真緊吼，你可能動到然之後動手，因為頭先醫師有提到講到啊，所以啊吼，你個鏡頭啊吼，唔係像因講冷度強咯，冷度其實係好點點啊吼，啊你會頭腦痛會流鼻水咧都，不過呢，你個講流感來講哦，真頭係當上場你個佢發作嘅你個事件，係講長途時冇乜嘅強弱咧吼，你係從轉到 ND 嘅節目現場，強弱非常鄉親朋友，假使你有問問題，咪利用啊時間打電話到現場來，冇呢，誒我來搶意思來，然後繼續來大家來講到，頭先 NU 提到嘅係一個講到特產煙吼，我來預防嘅方法，頭先要講到幾點嚟啦吼，你一邊 ND 還有其他嘅注意嘅，肉氣啦，冇是卵噶嗰啲吼，有嘛是煮熟掉來用吼，莫講有得生吃啦，有得當好食嘅嘛，按到溫泉蛋啦吼，佢地位半生不熟。講到你係一等西行嘅嘛，香港有得上班按煎落，冇煎到全部熟，你亂幫係生嘅。咁嘅時間吼，像是晚節。個平頭大概有些相似是會相似會切到呢。所以人哋係建議鄉親朋友嗬，我是咧個流行類嘅來講啦，流行期嘅時節嗬，人哋第一哦，咧個雞肉哦，記得咯嗬，一定要準備熟來嗬，咧個雞卵啊嗬，唔管你係用應講到煎嘅也好啦，也係其他嘅方法來料理也好，全部咧亂幫我準備熟來，按樣就咪從頭先提到嘅嗬，咧個切到，因為咧咪係預防嘅方法之一。係係，韓國不卡就熟掉啦，冇是熟嗰度雞嘅因嗬，記住聽注意，莫本個其他嘅掉嗬壓上來走來，然後接觸到，嗬。因為你熟掉冇是熟雞嘅些，相似為個壓上來個掉為來搶食，哦，佢走來冇是食水，冇是食東西，食嘢個米果的些來，佢相去表下個台邊是會切到的，開始切下都是貴圈哦，哦，你切啊，其實當地人講，你講貴龍圈全部是切到咧，所以你啊講到按到啦，或者第5點、第6點你到嗬，你講全部來注意到，你是係一般人來預防嘅最好方法。唔過鄉親朋友有想過麼？你一般人嘅預防方法係按樣去，假使咧，佢都有衝入醫院，從你到市場咧嗱嗬，你講到乞丐哦，阿伯嘅朋友，也係講佢都係做啲方面嘅啲行業嘅朋友哦，佢都有按樣辦法來做預防咧，啲係咩唱？醫生咪來大家來講下。係啊，好係一般有到衝入醫院嗬，叫很好注意，因為長期嘅時間嗬。唔管佢有嘅開始忙吼，當然都差唔多性命些，所以我聽人講性命嘅些，哦，佢是衝入醫院有冇會慎住了，慎住了都可以預防住下，哦，韓國叫衝入醫院平常做些做嘅工作嘅時間啦，所以做好嘅個消毒嘅工作。平常假使你愛落嚟個洗窗嘅時間吼，你是愛夾夾落嚟個，你講到豐富做好。假使愛出來過後，你個消毒，平常愛做比，你講到做比好來，莫退難唔做。係退難嘅事，開始麻煩吼。韓國萬一看到個掉啊，又係你熟嘅個雞嗰度吼，有異狀嘅些吼。嗰度同嘅衛生局啊，冇是嘅防疫機關啊，所以都要先講咧，先通知，嗬。咁樣萬一變到太流行是麻煩，哦，所以你一部分我講到衝入醫院嗬，要注意嘅。好，你是係你講到嗬，你個衝入醫院記得要注意嘅很多嘅事情啦，嗬，你都部分啊，嗬，啲是留佢分類，唔過呀，醫護醫院做得嚟講下冇。醫護醫院佢都做嘅事情咧，咪係強樣出嚟。醫護醫院有嘛係要注意，嗬，所以就是要想到了你。
这样哦。因为啲衣服人員上班下，佢都提前啦，為到大家嘅一個空間吼，所以我老記得照顧好咯，就做得照顧啲大家嘛，吼，好啲部分按有講到過後，當然可能鄉親朋友就講，但係二風沙係一定重要嘅，錯冇？咁講呢，有到時間你做得做二風沙，有到時間你做唔得做二風沙，香港呢上班下呢，首先要講到咧，一開始嘅下做二風沙，係咪速到咧流感有形容半險，係咪醫生嚟講下？Andy，哪時節做得到做二風沙？二風做沙吼，有的人頭先講嘅吼，有的人攞為做唔得做嘅吼，做唔得做嘅因是像咧，要對概卵啦，或某時有疫苗吼，為過敏嘅因，其實冇做咧，哦，佢冇做嘅些吼，佢自家會盡通會保持佢自家身體，哦，用自身嘅抵抗力來抵抗了對吼。那個6個月以下唔是做。6個月以下食歐啊？食歐。你一直大家會遲到講，你6張嘢，掹6張嘢來講，佢都應該係最需要照顧嘅人咁做。佢係6個月以下吼，佢打嘅媽媽嘅地位帶出來嘅嗰個抗體、抵抗力很當好，很當足，所以6個月以前冇必要。佢到7個月以後，佢嘅抵抗力將會定一下，所以相信因為就有攞啲成日6個月之前冇樣病，7個月之後衝個浪多流鼻水啊，講唔會吐，其實唔會吐。係因為佢抵抗力本身是跌下來咧，吼。哦，係咁樣，所以你個6張月以下嘅你阿妹，吼，嘅下是講就本佢動到嘅你個自用，佢做得保護自家咧。我撒下來是你作秀嘅人作秀嘅時節做唔得呢？作秀佢表示相信身體好嘅好藥，冇是嘟好才有感染咧。哦，你下安尼時節是唔好做好，哦，韓國頭擺做過就唔好嘅就唔好，哦。我是有去做了二風沙，叫做唔好嘅啲犯人嘅朋友，咪強樣是唔好過去做咧。係啊，哦，韓國。其他醫生我就看過吼，唔好做嘅，肯定唔好做吼。啊，從頭先就要鄉親也會感覺講，喲，你會介卵過敏，你會做唔得做，吼。錯啊。佢講喲，你會做唔得做啊，愛想做你也唔愛做，吼。從了介卵因為因個疫苗啊，專門把介卵細胞培養出來嘅，所以佢細胞含有一些介卵嘅個成分大概，哦，所以。你用介卵對介卵過敏嘅時候，對了就會過敏。我哋是講到呢個注意風沙嘅時節，我注意到你都有事情，你時節做唔得做啊！有啲部分嚟留大家嚟講到，咁個頭先佢已經講到是流感二風沙有做過，因係咪觸到流感也有形容病氣？哦，嗰是因為佢抵抗力好唔好，第一點是抵抗力唔好，佢本身。雖然有做嘅疫苗，可是呢嘅保護力冇咁強，吼。啊，甜點有嘛，有一種清潔性嘛。你頭先有講，你做預防注射，每170種大做哦。哦，所以係可能好細項嘅幾種。你專門是做嘅好細項嘅3項，從經驗有做嘅是 H1N1，H5N9，韓國一種 B 型嘅，你是做了3項，反正你每了3項配項你是冇保護力咯，所以但佢了3項肯當然會變，所以當然會做。哇！你個部分啊，講真緊嘅啦，你個年年會變啊，你個藥嘅我咪愛先去做你個研發去培養啦，你二風沙啦，好你個部分按樣來留鄉親朋友來講到，嗰撒下來又有一張部分有一張問題，啲鄉親朋友會想講，啲你都人做得好，就講一個做二風沙，你都人做得要想講公費來聽少嘅啦，你為咪有一種表上起來，你都嘅認真，你啱啱就看到醫護人員、衛生公務人員、體育去做嘅。其實你也是大部分按簡單看啊個，然後是紅藥嘅人啊，韓國嘅醫護人員啊，韓國嘅6年級以下6歲6個月以上，韓國最重要是你家屬人員頭先從業人員，你就
会做啦吼。韩国有看到的是春台送票啊，韩国罕见嘅票次嘅朋友，因为只头先医生讲到嘅6张嘢以上，有冇？即係4歐6張嘢送6張嘢，係以下唔是韓國到了解國小6年生嘅學生咯，嗬，你一上到公費嘅，當然你係公費啦，吼。其實係講台流行嘅些，一家會出錢嘛，共對出錢。好，個台流行嘅時節可能就當然講，那自家出錢，我家下有了解義風下有唔拿咧，會唔拿。哦，所以呢，嗬，因為係本了解較弱勢嘅朋友先來做啦，嗬，有啲部分來提倡弱勢朋友。台北有講安樣吼，台北係60到64歲。原住民。係，不過有一個問題呢，你講做了解義風下，你講呼吸殺到哪位？你是到哪片來做殺？假使從啱呼吸唔係到台北嘅時間啱用嘅噻。你新聞一帶過去，佢肯定會同意做，吼。你也唔係講一天會打哪位人做，哦，你反正你係中華民國嘅國民，吼，你有安樣嘅標準，其實就係同意做咧。好，我講到預防流感嘅方法啦，嗬。上來頭先 Andy 醫生要讓大家來講到當多咧，韓國了解流感上起來係咪仲係我講那種嘅了解病毒要按多做咩？嗬，你係啱想我講預防流感哦，係係要當多嘅了解，想講預防嘅方法嘛，嗬。你會有一隻好簡單嘅圖表，俾鄉親朋友來看咩請醫生，好簡單嘅過來讓大家講下。其實了流感吼，同感冒共樣吼，因做凊彩就好平常會注意嘅，因你是來注意，你是做得，就人多你是戴口罩，吼，韓國從了全部就下年咧，吼，了大家是低啦，吼，那主要像有的大家項目上多嘅是。相信嘅鍵盤啦，鍵盤也會最危險嘅位所，大家會話到，啲電腦嘅兩個鍵盤啊，嗬，是當你自家用嘅，嗬，咪可能上班下用人來用共用嘅，你咪當定樣。該當會，嗬，冇是平常配上因大家用打一隻黑手，該口水噴啊過來，你做咩啊，等下就咩嘴，該是切到咧，嗬，所以韓國門把。門把鍵盤掠到來講係體育上講係會接觸到嘅掠到上講病毒會流到嘅為韓國掠個天時間是冇安全哦，掠個病毒都流到嘅為幾點鐘哦，掠時間命到嘅時間你假使冇3晚4小掠可能就會切到咧，嗬，所以你講到嘅流感嘅病毒都掠帶會好生存，所以你講到冷天啊，觸到流感嘅人會嚇到嗬，咁個觀眾朋友唔是聽過少啦嗬，做得透過咧注意方式。韓國注意介年嘅也衛生，也都方式來豐富，係講本身要讓你流感上場嘅你檢討哦，是愛去醫院本身上來做檢查咯，嗬。我想，基本上到呢個節目當中就第一部分來提供本所有嘅鄉親朋友咧，基本上當新夢醫師來到現場。係，謝謝新夢。好啦咧，陣時到兩位哋先來聊下家下聽到人哋認同先生，強下來好好做認同嚟，希望大家。